第十少朝民，愿将以上圣经功德，公转求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会员一起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无形道德，本叩请求，对天仙佛菩萨，慈悲不尽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以假战争止息，保佑众生带入生命安全，自守自得，愿其遭得采纳。万美人，我随所在诸爱物，亦有无数安天之投生苦役之所生，于是有经之忏悔。南无当来上师弥陀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感谢主任慈悲。